戴着耳机，然后把那个影片拿出来看，然后看完就先讲了一个然后说天哪，好难听哦。好，来，我们接下来看看哪里，左边是。对。先跟我们聊聊过去的这几年，然后很久没有以歌手的身份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又加入了新的大家庭，加入了 AMAX Taiwan 的感觉，还有包括当时的契机，好不好？对，其实我是很害怕当歌手的，然后这次会做了这个决定，我就是想让自己重生，因为某一年的跨年是我心中的一个阴影，就是阴了差不多1年多吧，原本就想说那不要唱歌好了。你曾经真的有这么想？对，我想说啊，那一直走音也不是办法呀，就是我也不想要一直走音，就是那我想要学习，我也可以控制到我不走音，然后让大家可以不要再去骂我，就是要骂也是可以骂啦，但是负评摆在别的地方这样。对，歌手的这个，就是我其实是在战胜我自己心里的恐惧。因为之前我把那个走音的影片给艾培先看过，我不敢给他们。他说确认你们真的要牵我吗？他们说那个不是我。靠近我，感受我的气息，我的全心全意。没有啦，那个是我没有，但是我想说，我很勇于承认那个是我，然后我希望我可以越来越不走音，但是因为我真的还在学习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然后不要再说什么他干嘛当歌手啊，他干嘛干嘛干嘛。影片我隔了1年多我才敢重新看，然后当下我表演完，我是不想面对，对，我不想面对这个事实。然后后来有一天在拍戏的路上，我自己戴着耳机，然后把那个影片拿出来看，然后看完就先讲了一个然后说天哪，好难听哦。然后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不想再被别人说难听这件事情，所以我想要进步。然后拍完戏杀青回来就碰到了他们，然后他们很有勇气，想要再次给我机会，然后很谢谢他们。你又可爱又性感，你要怎么做到？就是靠妆容啊。这么肤浅。不是因为我觉得我平常素颜的时候是长得蛮像小孩的，但我化了妆，我觉得我就是个辣妹。不是自己讲啊，就是别人说化妆师说的，对。